新北市蘆洲发生一件真严重的家暴的案件，一个70岁先生因为家庭的一寡琐事，甲情某口角冤家，竟然是野家私攻击到情某甲2个查囝，母仔囝3个人拢受伤。讲这位先生进前有几若届家暴的记录，这届警方是建请到检察官甲收押，较袂后续，佫发生着更加严重的家庭悲剧。 安静的巷仔底有听到凄惨的哀叫声，母仔囝3人下性命走。其中一个走到软脚跋倒在地，这个查甫人随冲进前甲攻击。叫警察，叫警察！他有流血。继一路巷仔，这个查甫人举家私林的，这个查某人看起来着惊，一直哭。无偌久，救护车赶到现场，这个受伤的小姐衫裤目着花，伤人的查甫人坐伫边仔，连厝边都看甲袂做咧。 代志发生伫昨暝11点外，新北市蘆洲区原来这4个人进前是一家伙啊！这个查甫人不满情某申请保护令，要佮送伊去治疗，就咧冤家去一个举杠腿啊，顶家私攻击情某甲2个查某囝，母仔囝3个人拢有受伤，这已经是105年到即马第5摆的家暴。 听到一个人在一直骂一个女的，女的一直跟他说我错了，请你原谅我，一直跟他道歉。一看到警察，这查甫人拢乖乖，因过伊情某甲2个查某囝已经伤痕累累。经快达警力到场后，立即压制犯嫌，并协助伤者送医。经查为男子疑似与家人发生口角后，手持武器攻击家人。 警方将这个查甫人抓去，并且依照家暴、杀人未遂、伤害、违反保护令等等的罪嫌上班，嘛将建请检察官申请收押，防范更较严重的家庭的悲剧发生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